今仔日早起，咱先赶紧来关心高雄轻铁昨昏发生通车以来上侪人受伤的意外。昨昏晚暗5点外的时阵，有一台大货车违规驶过轻铁的路线，致使甲一台轻铁列车相撞，车顶6个乘客，也有一个货车的驾驶是拢有受伤。 轻轨列车正要驶过路口，因过有一台大货车双硬要过铁轨仔路，两台车拢做伙。轻轨列车的车头前挡风玻璃规片拢碎去，大货车的车头也拢甲毛起变形。列车行经英雄路口，列车为绿灯通行方向，大货车自列车左方驶入。司机员虽然已经紧急刹车，但仍与货车发生撞击。 车祸发生伫海边路甲英雄路口，高雄职员讲列车无牌码，会送登去机场内面检修。因过代志发生迄当阵，车顶6个乘客甲货车的驾驶拢因为撞击受伤。好佳在拢无知影人，其中6个人包括货车驾驶在内拢送病治疗。警方初步认定是因为货车驾驶王兴南无照规定让大众职员系统的车行过。王男行为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5条第1项第17款。 处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款，并王男涉嫌违反刑法第184条过失妨害公众运输行驶安全罪，将于警询后函请地检署侦办。轻轨伫暗时7点5分恢复由南往北通行，不过这件意外也创高雄轻轨通车以来受伤人数上最案例。高雄轻轨通车以来沿线59个路口发生过几落件意外。 2月初，港管要轻轨列车正要过路口时阵，一台无依照停靠违规倒来的轿车撞到，3个也因为司机誤神，列车过站无停，结果高马路转来月台，造成交通大乱。因过民众需求愈来愈悬，高雄轻轨每班车的营运时间自12开始延到暗时10点半。 第一天营运，规天的总运量要到4万人次，表示轻轨也是有真侪民众爱坐。公司新闻综合报道。